乜嘢係頸源性頭暈、頭痛、眼花？應該點樣處理呢？頭痛嘅人群眾多，成因亦都相當複雜。今日我哋將專注於頸源性頭暈、頭痛同眼花嘅相關問題。患有頸源性頭暈嘅人，通常會喺頸部單側至後枕、前額同眼窩感到疼痛，嚴重嘅情況下，甚至可能出現心跳加速、嘔心同埋平衡能力異常等問題。呢個病嘅成因可以分為慢性同埋急性。長期慢性姿勢不良嘅人，例如長時間低頭使用手機或者電腦，又或者長期瞓喺過高嘅枕頭上嘅人，經常有呢個問題。此外，急性創傷，例如因撞車引發嘅揮邊仰頸部傷害，或者係運動健身或工作時過度用力旋轉，傷害頸椎，亦都可能導致頸源性頭暈。呢種病嘅病變有好多，例如頸椎弧度過直會使頸椎失去自然弧度，導致椎體之間嘅空間收窄，壓迫頸椎神經。另外，頸部血管過度捲曲，令到血液流動不暢順或者阻塞，造成頭部缺氧，導致頭暈、頭痛同埋眼花。若果係 C1 至 C3 頸椎嘅椎間盤突出，亦都會壓迫神經，指到頸部至到前額同眼窩位置出現單側疼痛，甚至交感神經受到刺激，可能會出現心悸同埋嘔心等症狀。好多醫生會直接開止痛藥俾病人服食，但呢個方法都只係斬腳趾避沙蟲，因為止痛藥未能夠解決以上所講嘅病變，問題只會再次復發，唔係一個長遠嘅解決方法。試用我哋獨家嘅頸椎牽引器 N05B， 呢款牽引器通過調整第一對扭掣，使頭顱後仰至45度，形成最佳後枕受力支點，再調校另一對扭掣，沿住升降桿提升後枕，產生強力而精準嘅牽引力，最高可達到20kg。拉開椎體，擴闊椎孔，使椎間盤回納，減少頸椎神經受壓，暢順頸部血管，使頸椎回復自然弧度，減少刺激交感神經。呢個簡單攜帶式設計，容許患者自己隨時隨地扭動調校牽引力度，改善病患。我哋嘅免費試帶服務已經開始接受報名，如果你有興趣，快啲透過以下連結報名。